他会了解我们软弱，却不轻看我们的神。你是那位圣洁的主，求主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在混乱、充满诱惑的时代，我们能更多的定睛于上，更多的来学习你的样式，更深的成为你喜悦的儿女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让我们一起对主来讲，主啊，感谢你。世界属我们敬拜。
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。